但消息继续要来关心，警政署统计过路的人死亡的事故，超过65岁有血素的人比例上介悬，这几年拢占差不多70%。其中6都排伫咧头6名，像讲双北市、台中、高雄市政府，即摆嘛当咧研究针对有血素的人，常常出入的路口延长过车路秒数的时间。另外，交通部嘛要学日本，鼓励民众过车路会当举手，提醒赛车的人都要特别注意。 驾驶甲乘客拢惊甲叫出来，因为伫活的时阵，车嘣一声弄到一个欧巴桑。欧巴桑规个人飞出去，受重伤救袂回来。另外一个骑车拄着青灯直行，煞可能无注意到路的情形，当场弄到一个伫过车路的欧里桑。 根据警政署统计，在所有行人的车祸死伤人数当中，以65岁的高龄年长者的占比最高，在2014年来到了63%，而2017年攀升到了73%。也因此，交通部严厉希望行人都能够举手过马路。想要学日本，希望民众过车路的时阵，拢会当把手举起来。他的走路都是弯弯的，哪里还去管他急手不急手？司机会看得比较清楚吧。车子没有让行人老人就是因为他最大。一部分的民众嘛认为过车路的时阵手有举起来无，唔是重点，因为为发生事故的时间来看，上定会发生伫透早4点到早起8点，那是因为天色较暗。另外，警政署嘛分析，这里接造成车祸死伤的原因，大部分拢是民众无按照规定行过车路线。举手一方面是引起我们骑机车的注意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过马路。路口。 它的秒数是有短了一点，不要说老人家了，我想平常人要快速通过。未来包括双北、台中、甲高雄，拢规划会针对较侪岁人行出入的路口，像讲病院附近，增加过车路的时间，希望会当降低侪岁人过车路的风险。若过车路的时阵，举手提醒有效无嘛，爱搁继续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